穿原住民服装的呢，也是宋江镇啊。可以找到，在台中自用高中部。神教。拍起来。开始。
是那个什么的也大，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哈哈。才能到学，对不对？放才能到学的。
哇，太瘦了，我背不动，都没有力。后半截现在可以了。哦。
哦，好在表演，哈哈，拍姐。哈哈，拍姐。啊，哎，大姐夫。哦。
还好吧？小神调那个。